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娛樂大追蹤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記得點讚同埋訂閱。我係你哋嘅主持小威。2026年2月16號，亦即係年29大除夕嘅深夜，全香港最熱鬧、最煙霧彌漫嘅地方，肯定就係黃大仙祠。大家睇下個畫面，真係人山人海，直頭係針都插唔入。最引人注目嘅，當然就係我哋嘅頭炷香 KOL 夏蕙 BB 黃夏蕙啦。今年95歲嘅佢，竟然化身成大慈大悲嘅觀音娘娘，攞住3支大香喺最前排嚴陣以待。當鐘聲準備響起嗰一刻，現場嗰種緊張嘅氣氛，簡直好似奧運100米飛人大戰咁，每個人都想爭奪馬年嘅第一抹福氣。夏蕙 BB 雖然年事已高，但係嗰份氣勢同身手完全唔輸俾後生仔。佢今年除咗求大家有屋住有飯食，仲有一個非常震撼嘅個人心願，就係希望攞翻嗰3000萬嘅遺產。究竟今年馬年頭炷香仲有咩感人或者離奇嘅故事？夏蕙 BB 點解體力咁好，上完香仲要去行維園花市？今日小威就同大家慢慢講翻呢場盛事嘅點點滴滴。各位觀眾，今日係2026年正月初一，小威喺呢度首先祝大家馬年行大運，橫財就手，最緊要係身體健康，事事如意。講到香港人過年嘅集體回憶，黃大仙祠上頭炷香絕對係重頭戲。其實大家有冇諗過，點解每年都有咁多人寧願唔食團年飯，或者食完飯就即刻衝去排隊，都要爭嗰一炷香呢？其實呢種係一種心靈嘅寄託。喺2026年馬年嘅大除夕，黃大仙祠外圍一早就已經排起咗長龍。嗇色園方面預計今晚會由2萬人增加到4萬人次進場。今年嘅夏蕙 BB 真係誠意十足，佢唔係隨便着件衫就嚟，而係真係扮到足。佢話今年扮觀音係因為想保佑全香港人。夏蕙 BB 由中午12點就已經到場排隊。佢喺接受訪問嘅時候話，雖然等咗成10個鐘，但係一啲都唔覺得辛苦。佢話為咗大家，為咗香港，辛苦啲都值得。呢種專業嘅精神真係值得我哋娛樂大追蹤嘅觀眾俾個讚佢。到咗夜晚9點鐘，黃大仙祠正式開放俾善信入去第一參神平台。嗰一刻，大家真係好似湧浪咁衝入去。你要知道，要喺咁多人入邊霸到個靚位，真係要體力同努力並重。夏蕙 BB 同一班一早就嚟排隊嘅資深善信，好順利咁佔據咗最前排嘅位置。大家手入邊嘅香都係特大號嘅，煙霧開始彌漫，現場嗰種檀香味同大家嘅汗水味交織埋一齊，嗰種氣氛真係要喺現場先至感受到。隨住時間1分1秒咁過去，接近子時，即係夜晚11點，全場突然安靜咗落嚟。大家都知道關鍵嘅時刻要嚟啦。夏蕙 BB 同身邊嘅善信好有默契，佢哋喺倒數不足1分鐘嘅時候，已經將手上面嗰3支香打橫咁放喺香爐正上方。點解要咁做？因為只要鐘聲一響，佢哋只要向下直插，咁就肯定係頭炷香。呢種戰術真係要年年嚟先至會練得出嚟。當一聲鐘響，2026年馬年正式嚟到，夏蕙 BB 身手敏捷，第一時間將香插落去，隨之而嚟嘅係大家不斷咁拜，不斷咁口中念念有詞。夏蕙 BB 上完香之後，對住鏡頭笑得好燦爛。佢話佢今年第一個願望係世界和平。呢個願望雖然好大，但係夏蕙 BB 講出嚟係有一種慈祥嘅感覺。佢仲話希望人人有工做，有屋住，有飯食。呢幾句嘢真係講中咗好多香港人嘅心聲。畢竟喺2026年嘅今日，生活雖然穩定，但係大家對基本生活嘅追求係永遠唔會變嘅。不過最令大家關注嘅係夏蕙 BB 嘅個人願望。佢非常坦白咁講，希望可以盡快攞翻已故情人胡百全留俾佢嗰3000萬遺產。呢件事已經纏繞咗佢好耐。夏蕙 BB 話呢筆錢係佢應得嘅，亦係胡先生嘅心意。如果可以攞翻，佢仲可以做更多善事。睇翻夏蕙 BB 咁多年嚟對慈善事業嘅支持，大家都會希望佢呢個心願可以達成。95歲嘅老人家依然有咁清晰嘅目標同願望，真係好難得。除咗夏蕙 BB， 現場仲有好多令人感動嘅故事，例如排喺第2位嘅陳女士，佢已經係連續第17年嚟啦。17年係一個咩概念？即係話佢由2009年左右就開始年年嚟。陳女士講翻當年佢點解會開始呢個傳統，原來係因為嗰陣時佢父母身體好差，佢就抱住一試嘅心態嚟求黃大仙。點知上完香之後，父母嘅身體真係有好轉，生活都順利咗。雖然後來父母年紀大，相繼離開咗，但陳女士話佢哋走得好安詳，冇咩痛苦。呢份對神靈嘅感激轉化成咗一份堅持。陳女士話只要我仲跑得到，我都一定會跑上嚟。呢種孝心同堅持真係令人動容。佢今年嘅願望好簡單，就係想家人健康，工作順利，賺多啲錢。呢個係最樸素、最真實嘅香港人願望。仲有一位住喺附近嘅葉先生，佢都已經嚟咗6、7年。
佢由10幾歲就有呢個諗法，但係一直到大咗先至付諸實行。佢話上完香之後，真係覺得嗰一年做嘢特別順心。問佢排隊辛唔辛苦，佢好豁達咁話，一年入邊辛苦，一日有 OK 嘅。呢種心態真係好正能量。其實香港人就係咁，為咗一個目標，肯捱肯拼，最緊要係心安理得。現場仲有好多後生仔，甚至連藝人阿 Sa 都嚟咗。佢戴住個馬仔造型嘅帽，非常得意，亦都代表住呢種傳統習俗正喺度年輕化，唔再係老人家嘅專利。後生仔都覺得喺大除夕嚟呢度感受下氣氛，係一種好型嘅過年方式。講翻夏蕙 BB 上完香之後嘅行程，真係令我哋呢啲後生仔汗顏。上完頭炷香，通常大家都係想快啲翻屋企瞓覺，或者食碗宵夜就休息。但係夏蕙 BB 竟然話佢要去食點嘢，然後就去維園行花市。你要知道，佢由中午12點搞到深夜，已經過咗12個鐘，仲要去行花市。佢話年年都係咁噶啦，唔覺噶喎。95歲嘅身體住咗一個18歲嘅靈魂。睇翻夏蕙 BB 步履穩健咁落樓梯，雖然要人傾扶下，但係精神奕奕，真係不得不佩服佢嘅生命力。黃大仙祠呢一夜煙火繚繞，鐘聲不斷，呢度集結咗幾萬人嘅願望。雖然大家求嘅嘢未必一樣，但係嗰份對未來嘅期盼係一致嘅。小威喺現場睇翻啲相片，見到啲小朋友跟住家長嚟，雖然仲細，但係都學住大人咁誠心合十。呢種文化嘅傳承就係喺呢啲一煙一火之間慢慢咁傳落去。2026年馬年注定係一個充滿動力嘅一年。馬代表住奔跑，代表住進步。正如嗇色園行政總裁演碧山所講，今年嘅安排非常順暢，雖然人多，但係大家都好守秩序。呢種秩序感亦都係香港人嘅驕傲。睇完夏蕙 BB 同咁多位善信嘅故事，你有冇諗過，如果你喺現場，你會許個咩願望呢？係想好似夏蕙 BB 咁拉翻3000萬，定係好似陳女士咁只求家人平安健康？其實無論願望大定細，最緊要係我哋有一粒積極面對生活嘅心。夏蕙 BB 今年扮觀音，其實亦都係一種啟示。觀音代表慈悲，代表守護。喺呢個變幻莫測嘅世界，我哋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身邊人嘅觀音，多點關心，多點幫助。夏蕙 BB 話佢希望大家有工做，有屋住，有飯食。呢3樣嘢雖然簡單，但係如果每個人都可以達成，香港就會變成一個更美好嘅地方。今日小威同大家講咗咁多關於2026年馬年頭炷香嘅趣聞同感人故事，希望大家中意夏蕙 BB 嘅堅持，陳女士嘅孝心，葉先生嘅豁達，都係我哋學習嘅榜樣。新一年新氣象，大家都要好似馬咁充滿活力，跑向自己嘅目標。如果你對於夏蕙 BB 扮觀音或者佢嗰3000萬遺產有咩睇法，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，或者你琴晚都有去排隊上香，快啲分享下你嘅願望啦。今日嘅娛樂大追蹤就到呢度，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記得點讚同埋訂閱。我係你哋嘅主持小威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